Mystic Moon, awaken your inner light. 唔好跌入惡魔嘅圈套，學識做自己。你有冇試過，無論點努力，都好似永遠都唔夠好？面對選擇，總係舉棋不定，怕揀錯，又或者好擔心人哋點睇自己，導致自己唔敢活出真我。如果你有以上感受，咁你要小心，因為呢啲正正就係惡魔會用嚟困住你嘅方法。今日我哋唔係要學點做惡魔，而係要學點樣識破佢哋嘅陷阱，重新掌握自己嘅人生。陷阱一，讓你覺得自己永遠唔夠好。惡魔最叻嘅一招就係令你不停懷疑自己，你唔夠努力，你冇資格成功，你要再完美啲先值得擁有美好嘅人生。呢啲內在聲音會不斷響起，令你覺得自己永遠未夠好。破解方法：接受不完美。世上冇人係完美，但唔代表你唔值得快樂。學識欣賞自己已經做到嘅嘢，而唔係成日盯住未完成嘅目標。讚賞自己，每日同自己講一句我已經做得好好，肯定自己，先可以真正成長。陷阱二，讓你唔敢做決定。惡魔最希望你不斷猶豫，因為咁樣你就會停滯不前。佢會令你驚，如果決定錯咗點算？萬一失敗咗呢？結果你會一直原地踏步，錯失好多本來可以改變人生嘅機會。破解方法：記住冇完美選擇，世上冇100%完美嘅決定，行動比猶豫更重要。每次行一小步，唔需要一下子改變人生，試下從細微決定開始，例如揀一個新嘅興趣，認識一個新朋友，慢慢累積信心。陷阱三，讓你怕別人眼光，佢哋會點睇我？呢個問題令好多人困喺自己設下嘅牢籠入面，你唔敢表達自己，唔敢追夢，甚至活喺迎合別人期望嘅人生入面。破解方法：問自己，我真正想要咩？唔係所有人都會認同你，但呢個人生係屬於你自己嘅。練習不理會評價，大部分時候別人對你嘅評價只係佢哋嘅投射，未必係事實。學識專注自己嘅方向，而唔係迎合所有人。結語：做回自己，拒絕惡魔掌控人生。惡魔想你懷疑自己，停滯不前，活喺別人目光入面，但你可以選擇相信自己，勇敢踏出每一步，活出屬於自己嘅人生。從今日開始，記住你已經夠好，你有能力選擇，你無需活喺別人目光入面。Lift me